再来看新北市行政分局警察队一个小队长，目前因为涉嫌受殴杀，在接受廉政署的调查。伊今仔是指控行政分局对伊霸凌。行政分局嘛声明指出讲，已经有召开审议会，这个霸凌的案件并无成立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讲，会来调查，嘛严格来处理。 新北市行政分局一位请假当中的细细的小队长，正正因为涉嫌受殴杀，互廉政署带回去调查。不过，伊伫民代的陪同之下，召开记者会指控讲，当期受到工课场的霸凌。去年9月份，无预警互律调机动小队长的职务，接落来因为破病开始请假，不过假单当期无互批准，期间佮发现家己的座位互清掉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新庄分局的长官们。 为了打压霸凌案，对我痛下杀手。11月，我发烧倒下，确诊血癌。今年3月发生我请长病假被刁难。我们还在开记者会当下，现在就发新闻稿回应，讲说身为中华民国的警察，不容许部分员警想搭霸凌顺风车，不实指控单位主管混淆视听，这是本分局的立场。你要确定你就忙着洗门风，忙着带风向，忙着把他打死。这件涉嫌殴杀案，起因是这个警员以诉收互警察队的2万块加菜金。民代批评讲，细细的警员求助议员想要发声，说互行政分局放消息涉嫌殴杀，那亲像警总再现。行政分局也赶紧发表7点的声明回应。本案是由新北地检署在112年初的时候就已经立案侦查。 而且是指挥廉政署来做一个侦办，本分局并未参与任何的侦办过程。行政分局驳回讲，警察队并无收到这条加菜金，唔知影这个警员是咧讲啥，也表示内部审议的结果是无成立工课场的霸凌。 那在本分局获报之后，就立即启动调查，召开安全及卫生防护小组审议会议，有2位外部委员参加。那审议的结果是不符合职场霸凌。同仁如果有霸凌，一定要秉公处理，从严了解这个来龙去脉。至于如果有违法违规的事情，我们一律都会送检调来做追查。行政分局一条一条宣布指控的内容。 强调讲，若当事人对召开霸凌会议的结果无接受，会当向顶级的警察机关提出救济；若佮唔接受，会当向保护会提出个申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